家好，歡迎收聽晨鐘課，每天都是新的起點。今日係5月4號，我的拔摩島。全心節記載喺啟示錄1章9節。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，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、國度、忍耐裏一同有份，為上帝的道，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。你係咪有個咁樣嘅經歷呢？本來對你而言係一件令人沮喪嘅事，但係最終卻成為咗你生命中真正嘅祝福。你係咪見過陽光穿透烏雲，照射大地嘅嗰一瞬間？請記住，只有當我哋最珍貴嘅夢想受挫嘅時候，上帝先至能夠將更美好、更有價值嘅嘢賜俾我哋。呢個就係1521年馬丁路德喺參加完著名嘅沃木斯會議後嘅經歷。4月18日，路德喺大會上表示，佢嘅良心受到上帝嘅話約束，佢唔會改變信仰。8日之後，佢同一行人踏上歸途。薩克森選後，智者菲特烈好清楚路德所面臨嘅危險，於是就制定咗一個秘密嘅計劃，好讓佢遠離敵人嘅加害。喺5月3日晚，路德進入咗一片樹林，有4-5個全副武裝嘅騎士襲擊咗馬車，將路德捉咗起嚟。佢哋先係將佢裝扮成騎士，然後就將佢送往艾森納克附近嘅雅特堡。喺1521年5月4日，路德到達咗目的地。從此，佢好似係一個危險嘅罪犯，被軟禁喺一個上咗鎖嘅房間裏面。直到佢長長嘅頭髮同埋鬍鬚足以隱藏佢嘅身份，喺嗰陣時佢就俾自己起咗一個綽號，就叫做喬治騎士。就咁樣，路德喺雅特堡待咗10個月，佢稱嗰度為我嘅拔摩島，暗指約翰寫啟示錄嘅時候居住嘅地方。喺呢個與世隔絕、遠離威登堡忙碌生活嘅地方，路德有足夠嘅時間完成佢喺其他地方冇辦法完成嘅事。佢用咗短短11個星期，就將整部嘅希臘文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。雖然冇圖書館，但係佢仍然完成咗幾部嘅著作，因此呢一啲嘅書都有住極其堅實嘅聖經基礎。上帝能夠將令人懊惱嘅經歷轉化為真正嘅祝福，呢個係千真萬確嘅。喺遙遠嘅拔摩海島上，使徒約翰寫下咗啟示錄。喺雅特堡隱居嘅時候，路德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德文。喺遙遠嘅澳大利亞，懷愛倫寫下咗佢嘅經典著作《歷代願望》。永遠唔好懷疑上帝嘅能力同埋佢嘅引導，無論佢將你安置喺邊一度，佢都能夠祝福你、使用你。好啦，今日嘅晨鐘課就到呢一度，我哋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